心靈交響曲，不要誇口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耶利米書9章23節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誇口，財主不要因他的財物誇口。先知耶利米晝夜哭泣，為着百姓不肯悔改，不肯回頭，沉淪在敗壞，使罪行滔天。他們在欺騙別人，誹謗別人，迷惑別人。他們說話滿是詭詐，不單口是心非，更在心中盤算如何謀害別人，背棄耶和華的教誨，跟從外邦偶像的歪理。耶利米悲哀傷痛，是神的子民有着敬虔的外表，內心卻被種種罪惡所充斥。耶利米宣告，耶和華的懲罰快要到來，不要再誇口有智慧、有勇氣與有財力，因這些不可靠也不能幫助眾人擺脫罪孽，唯有是依靠耶和華神，才可得被挽回與被救贖。來，同心禱告。神的愛彰顯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基督，差來聖靈住在我們心裡，作我們的隨時幫助，常提醒督責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緊緊信靠三一神。以上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神祈求，阿們。